因为开春期间落雨无预期的多，未来嘛唔知雨量状况。根据了解，目前闸门水库、南华甲乌山头水库的脱水量加起来只有1亿2000多万吨，不过淡市每一天用水将近100万吨，若无限水，只会当搁再吐4个月。市长表示，淡地区水情的灯号对2月25号开始，得对现在黄色转做柑仔色，也是减量降水，所以呼大家节省用水，强度难关。也无春雨、梅雨，若拢无来，就真正错咧蛋。这个开春的春节期间，事实上这个降雨不如预期。那未来的春雨，是不是能够如期报到？有没有疏解旱象？这部分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以现在台南市这个曾文水库、南化水库跟乌山头水库3大水库蓄水量加起来只有1亿2000多万吨，那台南市每天用水将近100万吨，那只能再撑120天。如果不限水的话，那120天就是4个月。那现在3、4、5、6就撑到6月底。那如果说有限水的话，搞不好还可以再多撑到7月。这个部分是指每天的民生跟经济用水，不包括农业用水。农业用水都已经一起到做都已经停灌了，所以由此可知水情之严峻。另外，安平、好尾寮甲安南等水资源回收中心每一天提供7790吨的放流水，会当提供压花甲冲洗等用途。有需要的用水大户，或者是市民朋友，会当家己来运用。但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。